拉头鬼的好外配呀！侬今朝上门来，侬要拨我好好的样子呀！个拉头帽戴得好干干的，侬见我老爷为啥要把个拉头帽花落来？哈个拉头一红里里，拉头粉没天飞，哎，我老爷一看就生气，一个见到金肚地呀！累我啊！哎，我两夫妻空气东南飞呀，拉头丈母娘，新女婿见老丈人，他小人见大人没见过。他一见丈人阿爸个两只眼睛抬出来，哈我人慌，哈两毛去哦，哈个顶毛布豁出来。好上子，侬个拉头鬼啥人过叫侬今朝上门来个，侬快点把我抱出去。今朝是侬个传日，我问我老婆刁之命，想把侬来报仇来个。啥人过要侬来办呀？侬把我抱出去啊！拉头鬼啊，讨饭配啊，穷骨头哎！丈母娘，不老定个几年为巴掌难过的忙啊！搿来个状元糕，本吃个步糕，还有。搿只不是鸡，是酱鸡，晓得伐？老丈妹啊，还搿吃过酱鸡后头吃好做鸡，哎，搿道夹心肉，本吃白肚白到6日肉，搿包汤，吃是早上5子，得种少牛郎哦。老丈妹，我还有啊。搿个盅。吃过中海鱼的肉松，一包酱油面，老家们吃一路1节，酱面500年，还给他炖汤，还有搿条牛龙，老家妹，牛龙是我拉条的品牌，我自己做来的，还吃饭啊，吃到是对女人也有好处，小可吃点，小精品吃完，还吃过牛龙，还酱面吃红东就爱血高里的老中分啊。哎哟，侬个拉头鬼啊，侬个讨饭配啊，你把我讲完哟，你讲完哟，我拉头鬼哎！他讲完哟，老丈妹。那，你称香啊，个6开呀，头脑足半盖呀，个马康猪、马康猪、马康菜，讲话乱得该呀，个混6克个啥？要不得眼洞吞进一只块啊！卡腿跌过6公句哎，不上不落错5须哎！丈母娘，咁个话讲起来个啊，你讲搿只鸡个送拨我，叫我好做鸡呀！你不是混6克讲话唔合适个啊！你分过47不小讲别人唔合适，我望你一丝惊我啊！老丈妹啊，那个拉头鬼了伐？你去称香啊！马里个，我不晓得你个讨饭配啊！喂，马里，你家么个童弟好马里啊？你毛香啊！把酒个送酒礼个送钟个，这是我老婆叫我送来的。送钟啊，你个拉头鬼啊，拉头鬼啊！毛香，我搿碟酱酒面讲我吉秀气啊！你2光半还是我老倌无须多啊！我酱酒面啦！那，我搿刀个搿心肉个硬壳，我还讲把我吃了个白肚6日了！你个拉头鬼，你自己多个吃拉头拉了不过不拉头鬼啊！毛香啊！我个女人红啊，把我出了一脑中风啊！你个拉头鬼，你好比一罐马康琼啊！你服用谁大尿痛啊！你上下3天都转9动啊！就骂我一种脑中风啊！我就骂你今年肺股动啊咯！啊，那你快点把我撕出去呀，拉头鬼！老丈妹，我小鬼不老定个，我讲自己个妈来个，我晓得你肯定别人是一个穷富，穷穷巨个的，不是个，公平多了，阿弥陀佛一声。